個鐘頭就解決咗我好似10幾20年嗰個問題。我真係未試過係可以咁快瞓得着嘅。因為如果我早啲認識你，可能我好快其實已經成件事都會唔同晒，成個人生都會唔同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光愛療癒嘅 Amanda。咁今日咧好開心啦，邀請到其中一位嘅個案啦，體驗完之後咧好樂意去分享翻出嚟。其實我哋嘅目的咧都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希望有需要嘅人可以得到適切嘅幫助。咁我哋今日去探討一下一個好多人好普遍嘅問題，就係失眠。咁我叫 Kinson 啦，咁我就都有應該超過20年嘅長時間嘅失眠咯，或者因為唔係好，即係我覺得唔係可以好自然咁可以入睡嘅。瞓覺對我嚟講喺過去呢，其實係一個好唔舒服、好難嘅事情嚟，我覺得好麻煩，因為我好難瞓得着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就想試下有咩方法可以解 fix 到呢個問題咁樣咯。通常你幾點瞓？都應該一定 over 12點嘅，1-2點到啦。正常呢2-3年都應該平均應該2點3點咁樣咯。咁有啲嚴重去到4點嘅。太夜瞓我都覺得唔健康嘅，同埋因為係去到個點就係可能好攰啦，攰到真係頂唔順啦，就瞓得着嗰個感覺咯。但係我唔想要呢個感覺嘛，我想即係可能正常10點零11點可以想瞓或者有需要就瞓得着咁樣咯。呢20年嘅時間裏邊，你有為自己做過啲乜嘢去幫自己呢？爬個文啦，即係點樣有咩呼吸法啊？咁其實我都好熟㗎啦。如果問點樣瞓覺、點樣呼吸，我都可以講到俾你聽㗎啦。咁啊，又會食過一啲叫健康嘅產品啦，咁都唔係好有效嘅。可能因為我係冇堅持食啦，可能食一陣又斷咗，咁啊就冇咗個效果，同埋都唔係好解決到個問題嘅都。我覺得係一個困擾嚟㗎嘛，因為瞓覺應該係好似我哋食飯，煮個飯就食到咁樣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唔係瞓覺，係可能又要打坐啊，要呼吸啊，又要諗好多，即係做好多嘢先令到我會舒服啲瞓覺咯。我覺得係應該唔正常人應該唔係咁樣嘅。咁啊，但係無奈地，我20年應該接近20年都係咁嘅情況。我聽講係有坊間有一啲supplement 係可以即係食咗之後可以好瞓啲嘅，你有冇體驗過？有嘅，係會食咗係有睡意，係會瞌眼瞓，但係我都會堅持坐咗喺度瞓唔到嘅，好奇怪嘅，係即係攰嘅 feel，即係食完係有反應嘅，有感覺嘅，但係都係會坐喺度坐點幾2點啊，咁就會即係頂唔順先瞓咯，係啊咁樣。咁如果瞓唔到，你覺得最困擾你嘅係啲咩呢？唔知做咩咯，因為你有時匿埋喺床嗰度你就眼光光㗎啦嘛。咁你又唔可以做其他嘢，因為做咗其他嘢又會攰啦，又會之後瞓唔着喎，即係最痛苦就係嗰段時間唔知做乜，係最痛苦嘅。但係好多嘢諗啊，定係點樣？諗都會有嘅，但係都唔係佔大，係真係唔可以瞓到覺喎，個腦就醒咯，係啊咁嘅情況。然後第二日呢？第二日有咩反應嘅？對，咪好辛苦咯，個頭又個頭重重啊，你又諗唔到嘢啊，同埋個皮膚又唔好啦，又會冇乾澤啦，好乾燥，同埋好快老咯個人會，我覺得係啊，即係前幾年仲話叫後生啲係嘛，咁但係依家都開始老啦嘛，咁啊，我覺得呢個問題要解決啦，係啊。好，咁係咩機緣讓你去接觸光愛療癒，同埋點解會想嘗試呢？咁首先認識到光愛療癒呢樣嘢先啦，咁樣咁同埋我都係一個覺得係我會開放會試唔同嘢嘅人嚟嘅。咁我覺得應該都有效果，咁我覺得可以 afford 得到嘅，覺得我可以試嘅好多嘢就。我想推返前少少，喺你未認識光愛療癒之前，你對於譬如心靈上面嘅療癒呢，你有冇一啲恐懼啊，或者有冇一啲嘅擔憂？我冇喎，我又冇。係啊，我覺得有啲嘢可以進步或者可以改善嘅，我都會試嘅就係啊。呢個態度呢，我覺得係好好嘅，大家都可以俾自己多一個機會去諗一諗，我而家遇到嘅無論係咪失眠呢一個困難，原來可以有啲方法可以幫到自己。如果俾一個機會自己去 try 下，去試驗體驗一下，可能都會有一啲意想不到嘅效果都唔定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呢就講下啦。喺嗰個效果上面，你覺得呢個療效如何呢？我嗰晚做完呢，其實10點幾已經瞓。即係我話好似點樣撳個掣咁樣，我眼瞓就瞓，咁我瞓咗啦。咁啊連續
依家開始差唔多一個星期啦，好似係咪？有多啦。有多啦。咁我記得係連續3、4咧都係10點鐘未夠11點就瞓着咗嘅，即係係唔會好似瞓落床度咧要扭嚟扭去啊，又呼吸啊，又唔知做好多無謂嘢，即係咁無謂嘢咧先可以瞓到嘅，但係唔需要嘅。我一上到床咧我就瞓到㗎啦。即係應該我瞓覺嚟講係一種好麻煩嘅嘢，好痛苦嘢應該話，因為好難瞓得着啊。咁依家係冇呢樣嘢嘅，咁基本上係想瞓就瞓到㗎啦。我係啦，我覺得好開心呢件事。呢個你經歷咗20年嘅困擾，一個心靈上邊嘅療愈，由你自己去親自去幫自己，你去體驗到嘅呢一個療愈呢個方法對你嚟講係，你覺得佢係咩嘅一種嘅療法呢？你可以話好神奇嘅，咁但係又好似係好自然嘅一件事，因為其實都係透過啲對話去令你有啲畫面出現，而呢啲畫面咧係令你好似揾到個答案咁樣，一個方法俾你自己咁樣嘅。咁成個過程覺得好自然、好舒服嘅，即係唔需要好做好多練習啊，做好多嘢又唔需要嘅，即係好簡單、好舒服。短短1、2小時，其實基本上解決到一啲問題。即係對於我瞓覺嚟講，其實係好快。我真係未試過係可以咁快瞓得着嘅。即係可能之前會做可能爬山啊，做好多劇烈運動，可能都會攰。但係依家我就唔需要做嗰啲嘢，我都可以瞓到覺啦。因為可能嚟得太過自然啦，太過簡單咧做呢樣嘢啊，所以我即刻感覺可能唔係好強烈嘅，但係瞓到覺嗰個困擾咧係冇咗嘅，係即時冇咗嘅。咁啊，可能對比翻我膚色啊，可能你睇翻可能我過1、2個月嗰啲，可能未有個明顯變化喺度。咁我覺得好開心呢件事，因為係估唔到咁易達到嘅，係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，有啲療法佢哋可能係針對嗰個 symptom，即係嗰個症狀。哦，你有呢個症狀，我就俾一啲方法你啦。咁但係我哋呢一種呢，係大家自己去進入自己嘅心靈世界，去調你自己嗰個頻率。咁然後呢，你就可以去返一個比較平衡嘅狀態。去到嗰個時間呢，你就係需要休息。咁你就好自然咁去可以瞓到覺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本意，就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活出佢自己最佳嘅嗰個原廠設定啊！咁所以我哋就好開心見到你依家嘅轉化。咁我又想問下啦，體驗咗呢幾日你能夠想瞓就瞓呢個效果之後呢，對你生理上、身體上或者你個感覺上、精神上有冇啲變化出現咗呢？其實係成件事好輕鬆嘅，因為可能真係未試過咁多年可以即係一個叫正常嘅叫作息啦。咁我覺得好舒服，成個人其實好平和嘅，即係件事。可能因為好耐冇試過呢個狀態啊，我都唔係好知佢點去形容，但係我覺得係好輕鬆，成日好自然、好舒服，同埋係好有能量嘅，即係可以做好多嚟緊我想做嘅嘢。我覺得係有好多 energy 俾翻我自己。你之前可能就係每日都取到好盡啊，因為其實瞓得唔好，你個呼吸都會唔好。咁加上血色嗰方面，其實我都知嘅，因為真係我咁多年都去尋求呢啲方法解決呢個問題。所以我而家咁我係成日好輕鬆嘅，好舒服，好自然嘅。又如果想達成目標，應該係會更加更加快可以做到咯。我覺得係啊，更加有動力咁去履行自己嘅人生目標，人生嘅方向。係啊，哇！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，因為你瞓得唔好呢，就其實影響晒好多嘢嘅。我深信呢樣嘢。咁其實光學療愈除咗可以協助大家，譬如喺生理上有啲狀態唔係咁平衡啦，我哋可以幫你調一調，協助你自己去幫自己之外呢，其實亦都可以協助大家呢係去揾到你自己嘅真正嘅動力喺邊度，你嘅方向喺邊度，然後你更加了解自己，你就可以活出一個更加精彩嘅人生。例如可以喺財務上邊啦，喺事業上面啦。或者人際關係上邊咧都可以有所提升嘅。好，咁你仲有乜嘢好想同一啲而家可能都受失眠困擾或者受各種嘅，你知我哋日常有好多嘅壓力啊。如果有壓力或者迷茫，覺得人生真係好難行落去啦，你有咩想同大家講下呢？我覺得其實應該如果係
諗翻成件事咧，其實係好 benefit 於呢件事嘅，因為我真係困擾咗好多年。咁你話係咪好嚴重？其實就唔係，但係問題有啲嘢咧，慢慢越積越累咧，就會之後會產生好大嘅負面影響。咁我可以解決到嘅話咧，對我自己或者對大家將來都係好一件事嚟嘅。咁啊，對你個家庭有冇係啊，影響？對家庭有咯。咁我好簡單，人輕鬆咗，對小朋友又會多啲耐性嘅喎，係即係會笑容多啲喎，攬佢多啲喎。即係可能之前你瞓唔夠，其實梗係好掹陣。你可能好少嘢就會觸發到你會唔開心，咁其實就會令到成屋企人都會唔開心。咁所以其實好多嘢係由自己解決咗開始啦，同埋可以放鬆啲或者放心去接受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俾自己啦。因為有時可能就咁簡單個零個鐘頭就解決咗我10幾20年嗰個問題。即係講真，其實如果 Amanda 唔問起，或者我去睇翻呢件事，其實10幾20年喺困擾裏邊咧，其實都好痛苦。因為如果我早啲認識你，可能我好快其實已經成件事都會唔同晒，成個人生都會唔同啦。係啊，我相信可以係 shift 咗去另一個平衡宇宙。因為即係瞓覺好影響㗎。佢有冇得叉夠電，有冇能量去面對嚟緊嘅嘢咧，真係好緊要㗎呢個。咁如果大家喺呢一個時間，呢一個2025年覺得行得好有啲困難啊，有啲壓力咧，其實都不妨問一問自己個心。你裏邊有力量，你裏邊有好多嘅資源可以幫你解開基本上所有嘅困難嘅話，你願唔願意俾自己一個機會去試一試呢？如果你想嘅話呢，咁歡迎你呢喺呢條片嘅下低呢，可以有一個連結嘅，我哋可以深入咁去有多啲嘅交流，讓你知道呢一個療法其實係好安全啦，好輕鬆、好自然，係好似傾偈咁。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，你會揾翻自己嘅力量。好啦，咁今日多謝晒 Kinson 嘅分享係好緊要嘅，對，可能可以幫到好多而家受咗壓力嘅人，好嘛？多謝晒，多謝晒你，Thank you，好啦，拜拜。